大家好，印度外交部長咧蘇傑生咧就近日咧接受印度國家電視台個採訪嘅時候咧，佢就咁講喎，就話印度每一個鄰國咧都必須要明白到同印度合作帶嚟嘅好處，否則咧將要付出代價。咁呢個強硬表態咧就引發咗國際嘅關注嘅。其實近半年嚟，我都經常觀看印度好多視頻啦，同埋相關嘅書籍資料嘅。咁當然咧，印度有好多卓越嘅智者嘅，但我又發現咗，可能因為印度嘅電視台競爭大劇烈咧，佢個電視台啊，或者好多喺網上視頻嘅主持咧，嗰啲民族主義嘅口氣咧，即係大到難以置信嘅，就我有陣時都唔係好理解佢哋對印度嘅自信係點嚟嘅。咁啱咧就係今期嘅美國外交雜誌嘅權威外交事務咧，一期之內咧就有兩篇文章嘅，一篇咧就係講印度嘅，都係講佢個強國夢；另外一篇咧又係講強國夢，不過就係講中國嘅。咁我覺得都好有分享價值，咁所以攞咗兩篇出嚟咧整理，就同大家講下嘅。第一篇咧就個英文唔特別講啦，簡單嚟講，我翻譯咧就係印度嘅大國妄想咧，就新德里嘅戰略反噬咗自己嘅壯志。作者咧就係叫做 Ashley Tellers， 咁佢係一個知名嘅學者嚟嘅，佢係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嘅博士啦。咁就簡單嚟講咧，佢屬於美國外交界嘅印度通。嗱，佢就係印度裔嘅，不過就係美國人嚟嘅。咁就佢又做過好多智庫嘅智囊啦，例如係做過蘭德公司好出名啦。咁而家亦都係卡內基基金一個高級顧問，都係智囊型嘅。其實做過官職嘅時候咧，就係小布殊嘅年代，佢應該就係做過無論係國務院啦，或者係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嘅顧問或者高級顧問嘅。咁亦都有唔少著作。咁簡單嚟講咧，佢就係印度通。咁而喺美國同印度嘅政策制定方面咧，佢都有相當嘅影響力嘅。所以佢今次呢篇報道咧，就睇標題大家都感覺到一二嘅啦。等陣我就會介紹。咁喺介紹之前，我想做一啲基本嘅鋪墊啦，就係點解我個人點睇印度嘅自信喺近年點樣嚟嘅咧？其實就我整理咗幾點。第一就係印度而家人口咧有成14.4億，咁就係世界最多人嘅國家。咁而佢亦都自稱係世界上最大嘅民主國家啦。咁另外咧就係佢 GDP 嘅上升，確實咧今年啱啱出嘅2025年 IMF 嘅預測咧，就佢嘅 GDP 總量咧差唔多接近4.2萬億美元，咁就啱啱過咗日本。咁所以即係可能其他地方冇咁講呢個預測啦，但印度就大張旗鼓啊，就覺得佢超越咗日本，成為咗世界第4大經濟體。咁其實呢件事係未發生嘅，因為2025未完噶。咁事實上個匯率都係一個變化，例如由於係美金計價，如果印度嘅盧布貶值嘅速度好急，而日元冇點貶值嘅話，其實呢件事未必出現嘅。但係無論如何，呢個預測亦都有相當嘅合理性，過日本應該都係遲早嘅事。咁GDP 又世界第4咯，人口又多，咁我同埋我諗都係有個地緣政治嘅，因為我都好中意係分享自己又中意睇啦，就地緣政治嘅資料啦。喺南亞係屬於亞洲次大陸，其實佢周邊冇咩強國嘅，好長時間咧過去100年，咁你見到都係得嗰啲不丹啊、尼泊爾啊、馬爾代夫啊、孟加拉新創造啦，同埋就係新建國啦，70年代開始，同埋巴基斯坦。相形之下咧，即係廣東話有句俗語啦，就係池中無魚蝦最大。咁佢喺地緣政治覺得自己係處於有利嘅。我諗歸納呢幾點咧，就係印度就會有咁嘅自信。不過呢個自信經唔經得考驗咧，就係另外一件事。因為印度想成為強國，甚至乎超級大國咧，國際上有啲標準嘅。普遍而家嘅地緣政治或者咁歷史啊嘅啲歷史經濟學嗰啲人嘅分析咧，就係要由後進國成為一個發達國咧，普遍都要經過一個製造業蓬勃發展期嘅。過去接近200年咧，無論英國啊、美國啊、德國、日本咧，甚至乎近年嘅東亞4小龍咧，全部都係先發展咗製造業到服務業嘅階段。但係印度比
較唔同，佢係而家係製造業發展唔起嚟，得10零個% 嘅 GDP 係製造業。咁啊，佢嘅重點去咗服務業。其實我覺得呢個模式咧就發展成為強國。如果根據歷史嘅參數咧，就難嘅，似拉丁美洲多過似頭先我講嗰啲強國嘅個發展過程。因為製造業咧可以聘用大量嘅人手，但係服務業就唔得嘅。所以喺初期嚟講咧，你係好難做到。唔好講軍富先，你淨係全民就業你都難。所以咧就都唔少專家都唔係我講啦，就覺得印度咧一定係經濟大國啦。咁其實唔難理解嘅，19世紀嘅中國滿清啊，都係經濟大國嚟㗎，但係唔係經濟強國啊嘛。咁多數人都覺得佢未必會好快變成經濟強國，更加就未必有可能從地緣政治學嚟講係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嘅。其實唔難理解，我攞一個例子俾大家就明啦。印度人口咧2024年係14.4億，菲律賓咧就大概1.2億。咁以人口嚟計咧，佢差唔多係菲律賓嘅11、12倍、10幾倍咧。咁但係事實上咧，佢嘅 GDP 咧只不過係等於菲律賓嘅8.5倍啫。即係人均去低啦，人均咧而家大概印度嘅人均 GDP 係2800蚊美金，其實幾貧窮嘅呢條線啊。咁但係咧菲律賓就4000蚊，咁如果印度要追平菲律賓咧，都要而家人均 GDP 升40%添。咁呢個都唔係一個合理嘅比喻啦，我就可以展示俾大家睇咧。其實印度嘅增長咧，人均 GDP 年增長率咧，大概係6.6%，但係你要減翻人口增長率㗎嘛。咁同樣 apply 呢樣嘢喺菲律賓度嘅話咧，我得到個實際人均 GDP 增長咧，印度大概得5.6，菲律賓咧，因為佢人口增長多啲啊，所以佢就係4.5。按呢個咁嘅增長速度嘅話，如果印度要達到菲律賓人均 GDP 水平咧，要33年。如果眼下呢一刻睇咧，其實印度咧只不過係8個菲律賓，而中國咧係50個菲律賓。咁大概大家就會有一個一個鋪墊啦，一個 backdrop 啦，去理解呢件事。好啦，講翻Ashley Telles 嘅文章啦，印度大國妄想啊。咁好似好唔客氣，但係咧，我覺得4點都係扼要。基本上咧，佢嘅論文入邊有4點。一，佢就用經濟去分析嘅，就係話咧，中國同印度去比較啦。中國咧，自從197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後咧，到2023年25年嚟咧，平均嘅 GDP 增長咧係大概9%。25年入邊咧，有15年咧係有雙位數字嘅增幅，即係過10%啦。但係印度喺過去一段20幾年係冇試過係有雙位數字嘅增幅，即係過10%嘅。咁而家中國係印度嘅 GDP 大概5倍。如果印度想喺經濟上成為中國有益嘅對手，其實未來咧呢一段時間，例如25年咁啦，印度要有8%嘅每年之增長，高過去而家，佢通常得6%、7%。同一時間中國要表現得好差啦，而家中國都有5%，跌到2%嘅話咧。咁咧就有可能逼近啊！咁你覺得呢個機會低啦？咁我哋有比較現實啲嘅 model 咧，就係如呢個文章入邊引述啦，就係未來20年咧，如果印度只係升6%，咁同樣咧中國咧唔係跌得好犀利，跌到3%嘅話咧，過咗20年之後咧，其實中國仍然係印度嘅經濟總量嘅3倍。咁所以佢就覺得其實印度嘅經濟實力增長咧，呢個 Telles 認為咧，其實係不足以制衡中國嘅，更加唔使講逼近美國。咁所以咧，佢覺得就算印度喺本世紀中葉成為一個第3經濟體都冇乜意思嘅，因為唔會成為超級強國嘅。講完經濟上咧，佢就探討軍事上啦。佢覺得印度喺南亞嚟講確實係一個重要嘅常規力量，但係對比佢嘅地區鄰國咧，其實冇顯著嘅優勢。特別佢講翻5月初嘅時候，印巴空戰啊，佢就話巴基斯坦係衝突用咗中國提供嘅防禦系統之後咧，擊落咗印度嘅戰機。咁即係證明你個別嘅技術戰術能力啊、戰略處理都差啦。咁更重要地緣，睇翻地圖嘅地緣政治嚟講咧，其實印度咧有機會俾中國同巴基斯坦兩面夾擊、雙線作戰嘅。地緣都唔係比較有利嘅。咁另外就係意識形態啦，因為印度咧就近年咧就係
BJP 上台，即係莫迪總理嗰個政黨啦，印人黨就好強調印度教民族主義，即係你信印度教咧先係印度人啊，所以咧有啲歧視嗰啲穆斯林教即係伊斯蘭稱教嘅人啦，或者係基督教人嘅。咁佢覺得咧呢位作者啦，即係 Telles 認為咧好有問題嘅，因為印度咧自稱自己係民主國家，喺西方價值體系入邊咧就好難係以威權主義、以民族主義行先嘅。呢樣嘢同西方相信嘅自由民主嘅典範作為典範嚟講咧係互相矛盾嘅。咁佢就覺得印度咁樣做咧其實好難同西方嘅價值觀吻合。最後咧意識形態又唔得咯喎，咁跟住就係外交策略上啦。佢覺得印度咧好強調多邊，就覺得一時就算我有陣時同美國好好朋友，又同俄羅斯好朋友，又嘗試同中國接觸等等等等等，咁又參加金磚啦等等金磚國家嘅集團。佢認為咧喺美國眼中呢個係好不智嘅，因為咧佢哋美國嘅政策制定嘅時候，就會覺得其實你印度根本唔係一個極，唔係夠強，咁你應該係同個別嘅西方國家咧，特別係美國啦結盟，咁你先有實力㗎嘛。咁而家你又覺得自己一極，其實係高估咗自己。咁佢認為咧喺本世紀中葉咧，其實世界上咧唔會係多極嘅，只會係兩極。邊兩極咧？一個就係美國，一個中國。咁如果你印度唔拍埋某一個集團嘅話，其實係冇足夠嘅影響力。咁反而咧，你處處入邊咧就推廣多極而隔離咗美國嘅話，其實只會招惹到美國嘅反感嘅。咁所以咧，當然我覺得 Telles 作為一個前美國官員咧，佢顯然就從美國利益出發，啲篇文可能寫完都係逼印度逐啲可能要埋美國堆啫。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嘅分析都係有根據同埋係唔錯嘅。好啦，講完 Telles 嘅文章之後咧，講完一個有人質疑印度強國夢咧，同一期嘅外交事務雜誌咧就有一篇書評嘅。個書評咧就引述咗兩本書，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有種假設喺入邊嘅咧，中國已經贏咗，意思係咩咧？就係中國已經成為咗強國啦、大國啦咁。咁第一本書咧就個書評嘅分析咧就我唔特別用英文講啦，簡單嚟講就係新貴中國如何成為大國。咁呢一本書咧就一本，另外一本書為咗平衡咧就叫做咧世界應否畏懼中國，咁兩本書。咁前者嗰本書咧其實佢個重點咧就係基本上咧點解中國成為咗大國係新貴理論係咩意思咧？就基本上圍繞中國喺變成強國嘅過去幾廿年呢個過程入邊咧，有一樣好重要嘅策略，就係叫隱形超級大國策略，就係咧盡量雖然佢模仿美國，但唔模仿晒，咁咧令到美國唔察覺嘅。舉例咧，中國係處處去發展其他地方嘅港口啦，但係從來咧就唔會喺啲港口度搞埋軍事基地化嘅，同美國好唔同。就算中國如果幫助其他佢嘅所謂第三世界嘅國家去訓練咧，從來唔訓練直接訓練軍隊嘅，就係訓練一啲執法人員。咁好多時候咧，令到喺美國係唔覺得中國係有一個爭奪超級大國嘅意圖啊。咁佢認為咁樣就中國隱隱一形就發展咗起嚟啦。咁另外一本咧就係世界應否懼怕中國，其實好簡單，就係周波係前解放軍嘅官員啦、軍官啦。咁佢寫呢本書主要為中國辯護，就係為中國崛起辯護。中國咧呢個崛起咧係一個穩定嘅力量，唔係破壞者啊。咁所以咧就其實呢個只係一個平衡報導啦。最後咧呢一篇書評嘅結論，我覺得反而係值得重視下嘅，就係美國咧就應該盡快同多啲盟友結盟，因為佢嘅分析都認為咧，單憑美國咧係好難再制衡到中國，因為呢個從美國利益出發㗎嘛。咁文章亦都提到一個好強調嘅觀點咧，就係中美而家嘅競爭咧，唔係強權間嘅博弈，而係決定咗未來國際秩序嘅形態。意思咧就係唔係搏兩國爭咁簡單，因為邊個爭贏咗咧，世界秩序就會重新確立啦。我覺得咧一期內咧，如果對印度嚟講啦，可能好大挫折咧，因為一篇文直頭話你有妄想做大國，另一篇文咧基本上肯定咗中國已經係超級大國，但係問題係分析佢點解成為咁樣。咁今期不如就暫時到此為止。
我哋下次再見。